迎母语说唱啊，就是呢咱新市国小吼，新市国小母语说唱艺术团，掌声欢迎。来去，咱小就来去西夜市，夜市有我上爱食的咸酥鸡、卤味、细鱼意面，哇，这种的好滋味是加添咱生活中的趣味啦。大家好，心正年头，大家心情好，身体看起来健康，个无烦恼，最好，心情好，最爱西夜市的我。平日来去西夜市、西菜市、细念，哇哩咧！什么鸟鼠啊，无说身躯趣味好滋味，搁西夜市、西菜市、啊无，你是目睭去勾着喇叭，也是夜半暝挂赛事，敢讲看无这是一个足大的大庙埕。哟，有影呢，这间庙遮尼大间。庙埕嘛真空旷，还是啦，人到第一遍来到遮，欢喜了收过头，雄雄甲当作要西夜市的心情，才爱计较甲人吐槽。是讲听语，人讲入山看山势，入门看主人意。你来到这个所在，当是爱知影遮是倒位，这间遮大间的庙号做啥物？行啊来哦，安尼就对啦。甲你讲哦，我一个车到卡丘马啦，随去探听。听讲这是台湾头轰动到台湾尾，嘛去到国际线，有老神在坐普罗佩啦，顺势进来，成为显赫的老弟哦。一个所在就是伫台南市麻豆区海宝地洋府。这间外观气派、漂亮的海宝地洋府，甲咱新市区大社里。服在先天上帝的东市北极点，拢是咱台湾在地文化特色的好所在，都是台湾庙宇文化传奇故事相当浓厚的好地方。尤其咱学校附近很有传奇的地方书，今仔日就邀请各位大朋友、小朋友，同齐来听一个阮新市大社、江大大社里求吉的境内。就有3间先天上帝庙的故事。听语，你安尼讲，观众朋友定就是会听甲有啥回去啦。敢是会讲，夭寿哦！一个钟头里来，就有3间拜先天上帝神尊的庙宇。这些若是要来参拜的信徒，敢会三无长，找无得一间是伊所信赖的心灵避风港。是啊，所以咱来讲清楚、说明白。这新市大社庄就有3间服在先天上帝的庙宇，但是伊东市北极点规模上大，介出名。当地阮新市一间有300多年历史的上帝公庙，东市北极点庙内甲庙的外口有真济珍贵的历史文化古物，搁有伫中原普渡有可能20张。才轮会到跋头家的风俗民情，这地方信众虔诚共心，共同为生命做伙赞普的大代志。哇，真有人情味的庙宇传奇，嘛是咱万南文化信仰中心，有温度的生活教材。是讲明节，人一般的庙宇，毋是号做猫咪宫，无就是虾米庙。为什么服在先天上帝神尊的庙宇是叫做北极殿？来，各宾贵客对家来，听我警方用无共的语言，小解互大家知。是哦，今晚咱就甲耳孔也互来，详细来听北极殿的故事。破声，毋着是甲水落去，阮等一个声头我插看。好听，哪有人讲你家己讨破声？爱叫人是好大声。破声若是大声，表示大家拢想要知影，为什么这间庙叫做北极殿？先天上帝系同下北方界上帝，所以温度北极天，全天上帝
是统治宇宙北方的圣地，所以才会合作北极灯。若是讲到先天上帝，怎么该唯有了得确定鬼、杀两种属性嘅石雕版咯？你唔自己行眼来讲，唔免紧张。为什么有古侠能将新思维照调办好？因为先天上帝原地叫做玄武，伊是北方的领袖，有黑色的骨，加下形象。哦，原来如了，歹势是原来如此。刷了地庙的两排大石顶，敢是有特别的意义呢？更加互你办，最初挺合拍噶，因为玄武是北方七宿的总称，唔知会伫庙顶是座石顶。讲遮哩讲，庙顶有石顶，阁有一块真特别的石头，顶面有上帝公印4字，也阁有老青仔树甲北极灯的故事。杨爱弟，上帝公认嘛，系台湾最大嘅人啊！按到台湾修人，杭州材料从太榕树下，围绕东岛沙雷老古窑，保护俩300年嘅上帝公认，恭喜俩从太榕树，记了俩件白一天，有多密切嘅关系呢？按早，阮这位好姊妹客话讲了真好，但是惊咱大家听无，互我听语，佮来解释一下。这个伫大社林尾有300档历史的上帝公印，有不少的鼓、甲蛇伫一张大张青仔脚，一直来甲保护呢。真济庙的所在，拢有青仔，这大樟青仔甲北极灯有真密切的关系哦。老榕树虽然老了，还是高高撑在这个地方。不过树性雄大的，可是这片顺风农田，害无人会得唔到上足热照。而树性唔好，更听人是弄弄弄弄。这个神奇的传说是咧讲，青仔公虽然已经老啊，不过也是悬悬徛在在，伊的寿命嘛愈来愈大，尾啊煞砸着4颗连灯的长远，害遮的猪仔无法度看到日头。这修行要安怎会好？无怪吼，做事人面臭臭，个哀哀叫哦。奇啊怪啊，有一天的3更半暝，雄雄听到轰隆轰隆的动雷讲声，甲老青仔树卡做两边。不过残远的树现出贵片的那天，阁有看到迄粒美丽的日头。因为老青仔树。听识做事人，煞好家己变成做半边青仔咯。听讲当时北极灯，阁有真济神奇趣味、口耳相传的故事哦。迄是当然的咯。地庙内有规划一间玄武传奇文书工作室，专门收集甲神奇相关的文化、古迹。历史、传说以及古文物，到底本人是谁？上到3年头，了解故乡的文化。俗语讲，食果子摆树头，食米饭敬田头，啉泉水嘛着爱在源头，做人着爱伫温室好，饮水思源，袂使袂骨，是去做人处事的道理。尤其咱学习中的囡仔人，自细汉就对人了解家己故乡的文化，伫文化接触的过程中，亲近土地，感受乡里艺文风俗民情，是增加知识，更是一种人情味的享受呢。所以各位好朋友，
若是有机会来到阮新市当时北极灯，除了祈求现体上帝讲，亲像满岛海波老中，对咱的疼惜、宝贝以及我，嘛爱会记得看这珍贵的文物咯。记不记？我就小小介到了位，希望大家掌握了，有闲再来阮新市。少多嘛地，少多嘛地，小等一下啦！来到这个大舞台顶端，除了表现咱新市国小独一无二的口传艺术，嘛应该来一段阮校校的舞曲念谣，纯粹将这首白脸舞的歌送予现场的大朋友、小朋友，祝大家年年春，年年有，年年起新厝。亲像咱白脸舞有来财好奥运，我是黄燕子，阿弟啊，卖咱所有的好朋友，不时顺心搁如意，听阮新市囡仔念谣唱歌，甲上界有在地乡土故事，演出阮兜的新市，小解互大家。今嘛就听阮念一首《乌手骑水牛》。这摆是啥物情形啊？哪会汹涌要遮济啦？无要紧啦，过年嘛，人多福气多。好啊，今嘛就请大家带阮念谣兼唱歌，乌手骑水牛，乌手嘎嘎叫，车马阮导游，导游旁咧走，乌手慢慢好，慢好唔通好，紧去找你的水外兄，乌手夹球叫出声，走找马街水外兄，兄弟水外较正拼。水牛哥啊，你着唔免惊，阮啊驶咧走做事，阮啊。